最近俾我發現咗喺荔枝角呢間新開嘅日本餐，食物質素超高，最緊要係我哋今日去撞正有限時優惠，2個人減204蚊，食完之後覺得好好味，仲計劃帶朋友過嚟食添。呢度嘅鵝肝、海膽、象拔蚌、吞拿魚係必點㗎，鵝肝油香十足，但係唔油膩，配埋脆到好似薯片咁嘅淮山脆脆，口感超夾。北海道海膽 taco 一咬落去，味覺同聽覺都大滿足。三色吞拿魚壽司每一件都好肥美，仲要厚切，油脂感爆燈。象拔蚌刺身冇諗過竟然一次過滿足晒你3種口味。另一焦點係鱈魚白子雙重奏，刺身份量十足，咬落去好似食豆腐咁。但我個人比較中意天婦羅嘅做法，外面熱辣辣脆卜卜，入邊仲保持住軟腍腍 creamy 嘅口感，超驚喜。呢間餐廳仲有隱藏 menu 嘅爆當三文魚子軍艦，滿瀉嘅魚子一啖擺落口，噗噗聲，幸福咁爆燈。最後食埋椰汁抹茶奶凍，好有細個食椰子糖嘅味道，但係又唔會太甜，加埋抹茶嘅香，平衡得啱啱好。佢哋仲有好多隱藏 menu 等你哋自己去發掘。想好似我哋今日咁有限時204蚊嘅優惠，留言區打204，將資料 send 俾你。